行政院长杜英台表示，讲强化人性特别预算相关的作业拢已经完成，是希望立法院赶紧三读，因为这个特别预算通过，才会当来普发一班。也针对花莲公复的灾情，行政院修正防灾特别条例是搁加200亿的预算，就是要来协助灾区。不过，部分基认为讲爱搁赔，杜英台表示讲目前追加预算这个效率上该紧。只有这个特别预算通过了以后，国家才能进行普发现金。行政院长杜英台伫立法院报告包括普发现金的强化人性特别预算，讲先期作业拢已经完成，希望立法院赶紧三读。也若对花莲公复乡马大安区帮山湖灾情，行政院规划修正，但若是防灾特别条例，追加200亿预算纳入花莲灾区。国民党团总调卜群基讲，主要是中央部会所致，应该按国家赔偿。国赔有国赔的法定程序跟条件，那对灾区的整个抢救跟补助有它急迫性的需要，所以这两个并不相冲突。如果提出一个以200亿规模为基础的这个追加预算，是应该能够在短时间内马上就来执行。杜英台讲，协助花莲用追加预算效率上紧，甲国赔并无冲突。不过国民党团也是希望提特别条例，请行政院能够这个回心转意，支持我们国民党党团所提出的灾后的重建条例。我们还是一句话，救灾为先。有媒体人士讲，公复乡长林清水8月时阵就捌有经过帮山湖风险的声音档，不过中央无重视。现在目前不要用片段的讯息去揣测任何一件事情，那相关的调查，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相关的调查。现在最重要还是以救灾为主。我们签约的部分已经差不多完成，那现在着重的部分可能会是在那个道路的部分，还有一些公共设施的部分。那我们会持续因应这个地方的需求。因若国军是毋是派更加侪人力来救灾？国防部长郭立雄讲，会继续配合地方的需求来到三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